係姐姐你好，你好，姐姐你叫咩名啊？維尼，係你今年幾多歲啊？4040，你結咗婚㗎？幾多歲？你自己有冇小朋友啊？有幾多個啊？有一個幾多歲啊佢？嚇？24歲，24歲。姐姐你而家喺香港邊度做嘢啊？藍田，藍田。喺嗰度照顧幾多人啊？一個公公，一個公公。幾多歲啊公公？90歲，93歲，93歲。佢識唔識行路㗎自己？出街有坐輪椅，要坐輪椅。咁你使唔使幫佢沖涼換尿布㗎？有同你幫你沖涼，哦，有幫佢沖涼嘅。咁再之前咧，又喺邊度做嘢啊？元朗元朗。咁喺嗰度又照顧幾多人？3個人，三個係先生太太，先生太太一個仔。個仔幾多歲啊？3歲，3歲。姐姐你識唔識煮飯啊？識你識煮咩餸啊？炒菜啊，煎嘢啊，煲湯，炒菜、蒸魚、煲湯、蒸雞啊嗰啲都識啦嚇。排骨。蒸排骨又識，好啊。咁同先生太太講再見，拜拜啦，拜拜。